等咗足足5年，香港歷史博物館嘅旗艦常設展香港故事終於喺2026年4月1號全面重開啦！今次唔單止係翻新，直情係2.0升級版，超過2800件珍貴展品，由6000年前嘅考古發現講到現代國際都會。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行呢條最新的時光隧道。以前有8個展區，而家濃縮成為4大核心主題，更加有層次感。1. 同根同源，呢度有國寶級嘅牙璋同李鄭屋漢墓文物。2. 中西匯流，重現開埠初期嘅社會面貌。3. 共赴國難，講述抗日戰爭嗰段沉重嘅日子。4. 國際都會，亦係大家最期待嘅近代香港嘅騰飛。第一部分係同根同源。呢度最震撼嘅係展出咗南丫島出土嘅國家級文物牙璋，證明咗香港同中原文明喺幾千年前已經有聯繫。仲有李鄭屋漢墓宋元時期嘅陶瓷，話俾大家聽，香港喺變做漁村之前，其實一早已經好熱鬧。其實考古證實咗，我哋中華文明嘅根真係好深，可以追溯到成8000年前。而香港嘅先民呢，早喺6000年前已經同珠江口一帶互動得好密，慢慢生出一套好特別嘅嶺南海洋文化。你睇呢啲出土嘅彩陶、白陶，仲有牙璋、鍋同環呢啲禮器，其實就係最好嘅證據，證明香港同中原華南文化自古以來就係血脈相連。呢啲珍貴嘅文物，幫我哋仲構咗古代嘅交流網，令我哋可以透過器物睇穿歷史，睇到香港點樣喺歷代移民同埋社會建設入面，一步步築起共生共榮嘅歷史基石。當年嘅香港，海港係核心，權力係精英主導，但華人無認輸，靠住堅毅進取，喺金融貿易佔一席位。現代化嘅進程，法治嘅建立，令香港變成華洋共處嘅獨特社會。雖然西式生活好普及，但中華文化嘅底色，一直都係呢座城市嘅靈魂。隨住城市化，20世紀嘅香港周圍都係商機。展場入面呢啲唐樓建築，記錄咗老字號嘅光輝，亦都見證咗買辦同海員呢啲新興階層點樣生活。嗰陣嘅香港人，忙碌之中都不忘享受生活，坐住叮叮車周圍去茶樓聚下，或者喺戲棚下面睇劇，去球場睇比賽。呢種生活節奏，慢慢就變咗我哋今日見到嘅都會文化。但係歷史嘅記憶唔止留喺街頭巷尾嘅光影入面，仲刻住咗大時代嘅傷痕。當我哋行入共赴國難呢一部分，就會翻開嗰段大家風雨同舟一齊捱過戰火嘅歲月。行到呢一區，氣氛明顯沉重咗好多。當年918事變爆發，面對國難，香港人譜寫咗一段歷史。特別係1941年香港淪陷之後，嗰3年08個月，生活真係好艱苦，周圍都係戰亂。行到呢度，我哋正式踏入20世紀中。1945年戰後嗰陣，香港真係百廢待興。到咗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香港憑住特殊地位，變咗內地同世界接軌嘅重要窗口。大家睇下呢個徙置大廈模型，當年石硤尾大火之後，政府先開始搞公共房屋，呢度就係公屋政策嘅起點。去到60年代，雖然社會有過動盪，但亦促使咗後來一連串嘅社會改革。喺呢段時間，香港展現咗最吸引人嘅華洋雜處特色。我哋過中式節日，亦會慶祝西方假期，但中華文化嘅根始終都喺度，令香港人喺大變局入面依然揾到認同感。講到香港嘅都會魅力，
一定係嗰種中西薈萃嘅生活細節。你諗下，街頭巷尾嘅方言、茶餐廳嘅奶茶，仲有以前風靡全球嘅廣東歌同港產片，全部都係我哋嘅集體回憶。當年大家星期六日最鍾意去睇波，去冰室傾下明星，或者去馬場搏殺，仲有去海灘泳池游水。生活節奏雖然快，但真係好精彩。由以前嘅轉口港，到50、60年代工廠遍地，貨賣全球，再到70年代末國家改革開放，產業北移，香港轉型做服務業中心。呢段路反映咗香港人真係好有韌力，亦都睇到香港同國家點樣優勢互補，一齊成長。呢份緊密嘅連結，先至成就咗今日我哋見到嘅香港。喺冰室展廳有個互動 game， 哇！呢個互動 game 超正，可以親手沖奶茶。你要控制節奏撞茶，將紅茶拉嚟拉去，撞到夠滑多泡先合格。最正係倒入黑白淡奶嗰下，超療癒。我覺得自己簡直係金茶王上身。話你知一個冷知識，絲襪奶茶其實唔係用絲襪沖，係個濾袋染到變咗啡黑色，遠睇至似絲襪咋。玩完真係想即刻去冰室整返杯茶走啊！最後醒大家一個參觀小貼士，由2026年4月1號開始，香港故事展覽係完全免費入場㗎。如果你想聽得深入啲，5月9號開始仲有免費公眾導賞，成個導賞大約1小時，不過每團名額只有20個，係先到先得嘅。記住啦，你要喺導賞開始前嗰1個鐘，去1樓大堂個服務處攞籌留位。想聽專業解說嘅朋友，記得預早少少去到啦。今次新版香港故事內容豐富，館方建議最少預留2小時參觀，而且係全面入場㗎。如果你想深入啲，5月份開始仲有公眾導賞服務添。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啲朋友，仲有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並開啟小鈴鐺。下次去邊好？留言話我知啦，拜拜。